強越勇，不怕競爭。世界各國拋開紛爭，決定投入奧運。就如射箭，飛往雅典，鬥快鬥勇，超高水準，爭取出線。是哪位能榮獲最後勝利？興奮地跳起，快歡呼替他打氣。是你嗎？又刷新世上紀錄，興奮地喝彩，若沙也不理。呼聲最高，中國體操的確好，到了奧運日子不枯燥，通宵也好，只要賽果看到，個個封面全是國寶。越強越勇，不怕競爭，世界各國拋開紛爭，決定投入奧運。就如射箭，飛往雅典，鬥快鬥勇，超高水準，爭取出線。舉